讲咧，一木就林暗路，一木花开咧，一木人老了咧，人生有几多该一沙梦，一梦一梦，你错该想嘛个。anh đâu hề朋友啊，一木anh đâu就發木了，一木你大概忘記我。欢迎各位来到神仙谷度假中心。我相信度假中心的开幕，必定能为地方上带来观光荣景，增加就业的机会，牵动周边产业的发展。前面说有个神仙谷度假中心是吧？我是肯定卖给高永亚。为什么？在抗议什么？我才搞丢了。你的阿雄去度假中心上班吗？这是我哥哥叶晓峰，这是我哥哥的同学徐志刚。他们都跟我一样想到度假中心来上班。一件事情多麻煩，幾條人又多咗來了，還知道有可能會發生事情哦。我想這一次一定會成功。兩位說的是劉董的度假中心，還是15年前那件事兒？睇過，一條以前神仙谷發生的意外，用洞都冇破足幾安年咯，可以來懂奇怪呢。一次翻到，你覺不覺得會跟15年前？你是有事情瞒着我啊？你不覺得留下來那些人真的很奇怪嗎？每顆心都不知道在想什麼。卢哥，呀，事情温用会處理啊。報警嗎？冇辦法，大周開始，樹給老天爸就大唔同了。爸，咁樣，爸，你用嚟吧。小峰，先給我吞下來啊！有看到夢一幕啊？怎麼一下有人被殺，一下有人被打？没有了簽單，我們一樣可以得到保障。你還有心情找寶藏？你從小在這裡長大，你有聽過祖靈的傳說嗎？那是什麼啊？有條人啊，魔光一閃，就這位騙人的身體報應了。幹嘛呀？吃個飯刀光劍影的。你是想說神仙谷以前是泰雅族的墳場，外來者入侵一律會遭到詛咒的傳說嗎？黑箱車位，要較注意地位哦。你到底要幹什麼？巧的嘞，我還想問教授你們想幹什麼？哎，你要去哪？哎，車行商。有蔡卡多，好，喂，大家在這邊分頭找一下。走，走，這裡。這是報應。莫桑，你知道真嘅有助理沒？你可能覺得我不聰明，可是我其實一點都不傻哦。你覺得我們有機會合作一下？誰？開門啊！
如果你觉得15年前杀人的凶手是我，你才更应该要小心点儿。我咋个冲下去嘞？大哥，我係謝時間。有辦法離開你啊？有乜嘅辦法？我仲唔要？衝下去啊！行啊！行啊！萱萱，你做乜嘢啊？阿哥，赶快跟我去救小峰他们被你爸押走了啦！我现在赶往吊桥，我快到了。腰拐洞3，请回报现场状况。喂，王组长吗？我这边是神仙谷派出所，我是陈国正。王组长，通往神仙谷的吊桥现在断了，度假中心里面应该还有人，可是因为现在联络不上，所以没办法确定。胡警官他现在不在。那请问一下王组长，救援的人大概什么时候会到呢？哦，好，那我再确认。好，谢谢。好了。哥，对啊，喂，你做乜？佢哋去行呢邊，嗱，依個，困啦。只有恁提高出嘅資料，還有3個嘅歌詞，去行鴉片冇唔錯啦。冇唔錯。繼續行。冇神，你梯度根本就係假嘅。唔使講咁多，行啊！是。冇事。條哥，有同事可以去。咩人送嚟嘅？冇過，不過冇年紀哋送嚟嘅人，生都冇嘅用嘅。條哥，永用嘅神。佢邀請函本期告訴，係真給的還沒假的，都要讓我天數證明。我们度假中心啊，引进了地方上的温泉，还有一片茂密的森林，附近还有一个吊桥，是非常雄伟的。小高啊，是，带这2位贵宾啊，到我办公室坐一下。是，来2位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这边请。老刘，这什么意思？齐教授，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我们度假中心开幕，想请齐教授出席捧场。我为什么要帮你背书？你出再多的钱，我都不愿意。等等，齐教授，别急着走嘛。这个东西你可以看看，
或许对你的研究有所帮助。上次你为了洗清家族冤屈，连山上都肯去了。这次就当作是度假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也许这次啊，能够真的洗清冤屈哦。这种话我听多了。是真是假，你可以向齐教授打听一下。希望到时候可以见到你。至于资金的部分，也请千代小姐多多考虑。记者会顺利结束了，你也看到目前度假中心的规模。我想请问，关于投资资金的部分，顺利。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什么？我想你应该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。等到你事情处理好了，剩下的资金自然会到位。你先别急着走。等你看完这个，应该会更有信心一点。难道这就是齐教授说的？我知道你对今天的事情会有点担心，不过你放心，这些问题啊，我一定会解决的。千代小姐，关于投资资金的部分，我觉得你应该要好好的想一想。龙友，今天神风嘅测试应用办落嘅冇？小曼，哎，小曼，我嚟到，是，哎，向你问，多个做嘛？向你问，冇同意啊！你記得爸老嚟講過，喺條擺演出面嘅裝備，當嚟欺負嘅前車嘅。欺負？相片睇到個測試你們看過嗎？嘿，不俾佢變乖，帶路啊，行啊！哎，到了没啊？就在前面，快到了啦。这边路通常不熟的人都很难找到。为什么觉得你在绕路啊？呀啦，在前面。你走慢点好不好？行啊！對阿 V 有影響冇？冇。你教書唔見睇嚟冇？唔見咧。我睇下一衝出冇去潛記。係蒙友，曹安普做乜解飛機都浮水啊？唔係我去。嘿，等一下。是做乜？
等下落了要做乜嘅？地图写个手机鸦片，梦是甲看啊！哪有可能啊？如果老边鬼边怪哦，大哥，资料是日本来的，你根本就唔知影喺哪。伊遐测试的相片都在喺哪落的啊？你每次都贴进来就拿到了没？无啥，那地图根本就是假的。大哥，报仇的传说听听，你因为伫报仇的有样无样的啊？报仇的真劲呢！嘿，嘿，大哥。报仇的传说听听，你因为伫报仇的有样无样的啊？报仇的真劲呢！嘿，走啊！嘿，大哥，先不用回去，不用回去，点清点，先不用回去啊！你去告所有学生，听说要用你请报仇啊！带你请报仇，先不用回去。好。啊！小峰，萱萱，小峰，哎，哎，萱萱，你干嘛？你做嘛干呢？还敢转去啦？爸，我真的不懂，你为什么一定要找那些宝藏啊？你转去啦！放下吧！你莫讲啊！转去啦！转去！爸！妈耶！出来啊！妈耶！妈耶，出来啊！出来啊！出来啊！给助你们！那该时间很公助理。根本就没助理那件事情。其实这一连串的杀人事件，根本就是凶手精心策划的杀人计谋。姑嫂，你的凶手係乜人哦？虽然我还无办法懂客厅凶手係乜人，不过我做咧客厅的係。说到我上迄本天擦死的，哥，竟然萱萱唔係做過聲音咩？佢根本就唔會擦死你啦！大小姐，来，来，啊，快点啦，小心点，不会有事的。啊！铺同一税确实店主过高，没有办法顺利导电杀人于死。不过，加了盐之后，就会不一样。温泉池相当的大，要达到饱和，至少需要30%的盐。在达到饱和之后，水的导电性自然就会提高，加上温泉的热度，使得盐巴溶解非常的快速。等盐巴一溶解，温泉就像没有动过手脚一样。完全冇可能，温泉水，迄鬼嘢流通呢，
看那边，水是流动的，温泉水当然会一直替换喽。熊鼠用飞碟现在马开始也去泡温泉。哼，我听说啊，伊倒位世界啦，盐水做咗流呛呛嘞。要有道理，熊鼠会唔会伫阿西高瓦上那时会出来泡温泉？不过熊鼠可能伫应用版上阿西高瓦上去到温泉池。所以你是说，阿西高桑是被引出去的？凶手可能用了阿西高瓦上非常想要的东西来做诱饵，而且故意暴露行踪，让阿西高瓦上发现。引诱阿西高瓦上出去的东西，可能是个他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。所以才会偷偷的避开别人视线离开房间。接着，凶手将准备好的第二个诱饵丢入池内，引诱阿西高瓦桑下水。等阿西高瓦桑一下水，凶手就将准备好的电线丢入池内导电，引发幸运调节器故障。就算电力不足以杀人于死，但也足够杀死阿西高瓦桑。怎么了你啊？你讲凶手想让东去，有证据吗？有。今日早晨，我到轩轩去温泉时检查过嘞。这么干啊！发现池边有少量的结晶体。怎么啦？凶手原本想利用流动的水把盐排掉，好让我们没有办法发现加盐导电的轨迹。再加上试营运根本不需要用掉大量的盐。找什么？盐？水封？所以短时间之内，也不会有人去检查盐是不是有短少。另外还有个诡计，可以把唯一的破绽隐藏起来。
阿塞高瓦桑的身上应该还是会有微量的盐分，比如头发或是耳朵附近。所以凶手为了避免我们去检查尸体，他利用了我们对祖灵的传说还有未知的恐惧，这让我们看漏很多事情。唔也得人啊，魔讲一晌，就这位骗人的身体变鬼变怪，无因啦。吃个饭干嘛这么刀光剑影？你是想说神仙谷以前是泰雅族的坟场，外来者入侵一律会遭到诅咒的传说吗？包括赵文家的死。姑说，这文家很用办事，兄弟哦。你想赵文家死的原因应该非常的单纯，有可能迄本人用手给烫死的。烫死？被勒死？因为凶手伫轩轩会验尸，姑说要用那种麻烦给缝死。赵文家辞世，用来讲，因为无尸体，就无办法侦测验出死亡的时间。所以建议，娜有讲到，有人打电话问赵文家，文家都变这个样子了，我不敢一个人睡，而且到时候。如果又莫名其妙的电话怎么办？东西来了也不吃，赶快过来吃啦！先吃嘛。我送来弟兄，赵文家却暗用不能想出去的。喂。建团呢？凶手应该是偷偷的把电话线路接好，想不想知道烧钱袋的故事？然后用了空的话机打给赵文家。不是已经发现电线了吗？3点，找不见。赵文家是一个相当小心的人，所以照道理来说，要把他骗到比较偏僻的地方，没有这么容易。所以我在猜，凶手应该是把赵文家约在度假中心里。怎么了？我先出去一下啊。哎，你要去哪？哎！接着，凶手假装不经意的出现。赵先生，这么晚还不睡啊？干什么事啊？去。趁赵文家不注意的时候，拿出准备好的绳子，杀死赵文家。所以，你知道凶手是谁？整个杀人事件的主谋就在我们之中。黑蚂蚁，
真经无想要先向诉求恩义，阿刚。所以，你知道凶手是谁？整个杀人事件的主谋就在我们之中。黑蚂蚁，真经无想要先向诉求恩义，阿刚。黑你啊！叶小峰，你在笑乜嘅啊？你有冇講我係凶手啊？哥，咩高才啊？你有不会吃到凶手的阿刚？怎么可能？前天晚上去湖边时，他的脚伤还是我看的啊！哦，阿刚，阿刚，你怎么了？脚怎样？我看。我有見啊，唔是講我，吉吉起啊！錯噶，對飯店行到負損，至少要5到10分鐘哎。就算要直接找人家，原來有可能你手拿紅盾扣分啊！盾找人家個條拿掛起來，要盾他是個強啊！你挖洞還身兼不足哦。你只不過是利用崇尚演法。哥，從問你，你應該看到迄假的趙文佳。假的？首先是利用烟火吧，創造出人眼在閃光下忽明忽暗的錯覺，一人分飾兩角。家的吗？不過，幾時只個嘅你肯去做下7啊？你講唔啲做下，永遠做咧真面目啊！還永遠啲想，你做乜搞要按麻煩想太家都撫順做目擊證人，就是為了擁有更明確的不在場證明。你原本沒有料到我會直接跑過來，不過剛好我的出現反而幫了你的忙。接着你把我打暈。哥，去啊，大家講，啊，去。这样我就会成了更明确的目标。当大家发现我晕倒在那里，就会以为赵文佳也是在那里被人家杀死。然后你再趁着大家赶往森林的时候，悄悄地跟上队伍，制造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
阿雄啊，哎，你说你看到赵文家在哪边？应该是在这附近，没错。阿雄妹啊，放开小声呀哦。我记得我看到赵先生大概是在这个方向。哦，鸦片上黑某。刚为什么会停电呢？我不知道。到底在哪里啊？阿刚，阿刚，你怎么了？想怎样？赵文佳，哥，有没有？哥，文佳，哥，小峰，有尿了没有？啊，大师马克事情了。怎么了？啊，家人没啊？小峰，文佳嘞？大师马克事情了。文佳嘞？阿雄说他出事了，是不是？你说话啊，哥。有看到赵文佳了。有看到赵文佳，然后呢？然后就……小凤，你真的确定赵文佳被杀了吗？小凤。就这样呢？要做唔得讲啊，凶手啊！原来有案头的时间去处理案头的问题啦。既然拿不出证据证明佢用สิ่地做下，去做啲合理反应，你就会喺嗰段时间，然后全部嘅事情做好嘅。估数时间对你来讲，根本就唔系问题。其实你早就处理好了。你在杀了赵文佳之后，要移动尸体是很花时间的。所以你只能够先把他的头砍下，再赶到森林里把头吊起。哥，唔讲人哋有看到迄架喺车身上，佢真嘅喺车身上咯。你挑事让他来到，你挑那较强嘅威手，还有哪个一个原因？其实，在表演后嘅时间，赵文佳嘅头拿做就掉起来咧。如果你一人分饰两角的时候，离赵文佳的头颅太近的话，你就容易露出破绽，提早本来都发现。所以你特地利用地形条件，目的就是为了要避开这个风险。所以今天早上在湖的对岸，我才看不到你。Come on！ 什么？我讲 Come on 啊！你再往前一点点。哎，缺钙片。卡是小峰讲的冇唔错，去告诉唔跟他老人有关系，还没老给压死他嘞，讲啊！我做嘛个去吃起高书？你做嘛个去吃天下中人？吃天下中人，都来对我有乜嘅好处啊？我迄唔定字面统计迄物解，不过听下阿雄来讲，这也给时间，你老去讲件水果条，我去想了就会你对起高数同数的时间。哪个嘞？限地嘅水啊，唔是伊限过几年啊？果然是坐标。谁？谁啊？
去哪啊？快死啦！药房还有水铁的啊！给你痛嘅，有一條無雙正義嘅正義，卻講我係兇手，我用廿多年咩？我嘅兄弟啊！冇人嚟講啊！你做乜解騙阿勇去撫順？係老佢講起我肉嘅喏。阿當，你有看到哪個嗎？哦，佢宿舍咧，啲大小姐房間啊。阿希錢哪包？誒，等下，乜嘅？廿個，喺我同你講。佢講啊，你撫順第二下，用法去同你講。真勁。冇撚嚟啊！佢哋本來就應該死，佢哋真兇手！阿哥，你聽一下，你做乜幹嘛啊？我哋做乜嘅？我都要現在買。15年前，劉春貴辭退我講完過後，我就冇現在的。教授。教授，我是刘聪贵，您好，您好，小刘，现在小姐，这里的向导啊，对这人比较熟，所以我就把他找来了啊。是，那我们今天要从哪边开始？哎呀，好，哎呀，来，对，小心点，小心，这个树啊，小心。好。哎。小刘啊，你确定这里是走这个方向啊？啊？我看一下。对呀，就这条了。好。来这里人啊，每个人都说要寻宝，我还第一次看到有小姐来这里。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哈，尽管说，不用客气啊。千代小姐不一样，千代小姐的家族啊，就是当时运送宝藏的那个人员，啊，你看我们可是有凭有据的啊。是，有凭有据。哎呀，每个人来这里面啊，都说有凭有据。小刘，带你的路就好，不要啰里吧嗦的。好，是。走，前面啊。好了，快。哎，小心。好了。根据这个老地图的指示，我觉得应该是这片森林。小刘，来，教授，我们想去这片森林。来这片。对。教授，这片森林啊是原住民的圣地，地形复杂，这几年单独进去的人，通常都是有去无回。刘先生，这件事情对我们家族来说非常的重要，不必请你帮个忙。不过
只是这个就是我要找的宝藏。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，你要不要再考虑看看？我。不过，光靠我一个人带你们进去这片森林啊，恐怕还没办法成事。哎，这样子好了，我帮你们叫一个人。别担心，你不说我不说，别人不会知道的。不行啦，那是我们白岸的圣地。不管怎么样，我是不会带他们两个去的。哎呦，你这人怎么那么死脑筋啊？哎，多赚点钱，给孩子过更好生活，不是很好吗？来，这钱给你。你以为这几个臭钱就可以收买我吗？哎，来各位发现汤姆森啊，我给你好处你都不要啊，你都不要啊！哎呀，有钱了不起啊！快这样，你真打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疯吗？干！教授，教授。有钱了不起啊！你真打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疯吗？干！教授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他自己摔倒的。先生，先生，你，这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教授，这不是我。什么不是你？人家明明是你推的，小刘，你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！这怎么是我了？哎呦，小刘你，哎，干什么？哪里啊？刚有个影子这样过去啊？有吗？什么有啊？你去追去看看是什么东西，是谁呀？这什么人呐？不知道这个影子晃过去，不知。齐教授，现在怎么办呢？怎么？我哪知道啊？怎么变成这样？别跑！是什么人？他的小孩。小孩呢？他摔下山来去了。小孩摔下去，爸爸死了。这不关我的事啊，教授，不关我的事。什么不关你的事？到时候我们一口咬定是你推的。刘先生，事到如今，一定要请你帮帮忙。哎，这真的不关我的事哎。现在没有办法，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，你没得选择。你想要被关30年吗？啊，我处理尸体，帮忙一下。
下事情也有分啊，如果有乜好处，但绝对唔會受益。 真的吗？阿刚，唔好攞嚟，到去邊下來？嚇，阿剛，到去邊下來？阿剛，老唔好用，邊佢嚟啊？有乜嘅事情啊？好慘上啊！啊！你會緊張啊？兄弟妹面前假做好嘢，乖乖都係咪？唔是講啊，假嘢幾真話。你哋阿錢人本應吃的，你會感覺嗎？你阿愛生人嘅人，你會講嗎？你把個小孩唔記得，你會出現，提醒我冇靠你嘅苦。 一段時間，我想盡辦法要考入研究所，就會想愛做祈禱書嘅學生嘅。明日，我都提個想，到底應用嘅，創作嚟吞一條吊橋下。各位同學知道什麼是中東戰爭嗎？我們稱作的中東戰爭。 第一次是發生在1948年的5月15號，在那一天的凌晨，為了爭奪巴勒斯坦，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發動了大規模的攻擊，這就是我們稱作。我是新來的轉學生阿剛。小峰。阿拉伯國家跟以色列進行戰爭。 好彩有祈禱書，我將想到辦法，要怎會抵押我神風測試嘅秘密，還有做乜嘅腐敗冇判一條，又會同我順走，要怎會抵押，做乜嘅，我不卡人會本人辭退，也全都搶嘅因為補充，因為贏掉嘅死刑。 為到得到很卡多嘅資料，向祈禱書入來，和調試和小峰去做同祈禱書嘅當時採用嘅題材。你講過啊，你客家人呢，研究乜嘅 IT 文化，
你喺故乡无乜嘅东西好食嘅咩？喺故乡，迄种凤山必拉国嘅味素，无乜好食的啦。神仙菇啊！我做命嘅糖起来哦，过一点真哦。可能哦，做啲咸菜硬夫卡喺泥沙，行做得咯，本身你行较好哦。啊！阿刚，阿刚，阿刚，你听伊无情唔嘅哭，不过你跟事情同轩轩无关系。阿刚，摊下嘅啊，都去边下啦，都去边下啦，啊，唔是讲诶。个家庭呢？海外不看你冇现在，牙见面冇现在，别话来！哦，快别下来啊！阿康，我拜托你啦，咱唔好去边开，你去马街哦，那就大意，拜托。拜托了，拜托了啊！我唔差咧，我唔差咧，人做啲愛物嘅啊，我係愛物嘅，我意思啊！你怎么了？阿香，你阿香，我对你唔义，你死啊！黑马，你确定吗？教授，我是刘聪贵，您好，您好，小刘，清代小姐，这里的向导啊，对这地方比较熟，所以我就把他找来了啊。是，那我们今天要从哪边开始？
15年前欠的500万的，还要挨办。地下1楼仓库内发现男性伤者2名，1名背部中箭，已无生命迹象。所以让我们回警局做笔录吧。重伤，需要担架送。回报。另外，在3楼 B 栋307室衣橱中，发现头部重伤男性1名，昏迷指数5，请求 CPR 小组支援。度假中心1楼 A 栋厨房发现无头男性尸体一具，请监视人员立即前往，并请求申请法医协助。大哥，有一件事情蛮想问，15年前，你想我弟嘿？讲，爸，爸一枪当念冲，叫我查送佢去医院检查。很做的。对不起，我爸。来坐一坐，唔得嚟。没事。他还在生我气啊！不用想那么多，他是不希望你难过而已。那你呢？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？不知道哎，我也没有想过我爸会这样。你呢？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先完成学业再说吧。也是。小峰，多发吧。不。你做的情况结房拆开啊，另外一房，你这个家庭来看无？阿刚技术体放心的世界就无好选择，不过你有。老法吧。父阿爸，你看到一封新的世界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还是要继续做我应该要做的事情，老我把天数保护我的身体，排泄。对我对小峰讲，他是我一生人最好的朋友。
利用佢，係真實可以排泄。不過，但將同佢共下嘅時間，係將做得唔記得嗰條痛苦，唔記得我係一個冇家庭嘅人。我是研究生叶晓峰，这次发表的论文主题是神仙谷野史探究历史遗落的环节。首先要给各位教授看的这张是清光绪年间苗栗的古地图。那在我给教授的资料当中，第3页也附上了这张古地图。这里就是南庄的日军总部。在清光绪28年的时候，客家人曾经大举进攻位于南庄的日军总部。客家人是由北而南的进攻路线，兵分3路。由于这个神仙谷的地形非常的崎岖，所以日军节节败退。此时的第3路的客家军队呢，就夺取了日本人后勤的军饷，然后交给位于盟军的泰雅族部落。连同顺党中富寡，望有山村九开花，百万家财果唔上，手上同妹强一家。谢谢大家。谢老师，辛苦了，终于毕业了。谢老师。对15年前嘅日开始，我手机已经无限制咧。唔过佢有，佢嘅现在就係另外一封新嘅地圖。第二個相片，張真是前面都補充。還有，拜託佢，老愛聽書，照顧我嘅老妹，阿香。是啊，佢做喺nhà老妹，你好好照顧佢，唔好揾騙人啊，欺負佢哦，對冇？
有好忙。我爸爸讲熟悉盘好，做得出演嘞。弟弟啊，有事要紧啊。想乜解啊？阿剛係冇，嗰啲餐咩？人看看見啊！大正來耶！哎，家弟去，你講，來了。來了。空巴这人啊！